大家好，我是杨无敌。现在呢是11点27分，给大家录制一个午间的复盘视频。在录制午间复盘视频之前呢，还强调下骗的一个问题：我不会去主动关注任何人，也不会去主动联系任何人。我既不想挣你的钱，也不想骗你的钱，因为我是一个干净的人。说了这方面的问题之后的话，咱们言归正传，说下今天的盘面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山市的成交的家庭体呢是 1.6万亿左右，可以说对比上周五同一时段成交相比，量能放大了600多个亿，量能略微出现了放大，而整个指数今天上演了一个弱势震荡，可以说双创指数方向目前为止，创业板指出现了领涨，整个科创50股指出现了略微的下跌，整个深株板出现了整个领涨，整个上证指数方向在红绿之间进行焦灼。可以说，今天创业板指和深株板延续了昨天的领涨，表现得非常不错。科创板指稍微弱一些，而整个这个上证指数方面表现得很一般。下跌家数目前为止是3200多家，上涨家数是2000家。可以说，今天的赚钱效应并不没有昨天和前天那么好。可以说，这波的反弹到本周的周中已经有点弱下来的迹象了。面对昨天，你要知道，在反弹的时候是缩量的。今天很明显是横盘震荡，主力庄家机构依然面对整个指数有护盘的这种意图。面对整个指数为什么死守了4050点呢？在昨天的收盘视频里边，我给大家表达了，我如果说是主力庄家机构的话，我绝对会护盘，护盘在4000点的上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一定会呵护散户接盘的情绪。任何情况下，你在接盘的时候一定需要有情绪，如果说没有情绪的话，是接不了盘的。为什么有些人经常会遇到渣男或者渣女呢？因为渣男和渣女是最容易提供情绪价值的，只有给你提供情绪价值，你才能拿出真金白银的进行付出。所以说，任何行业里边，如果说你想让人拿出真金白银的话，就2点，要不然的话是因为利益，要不然的话是因为情绪。因为利益的，你很有可能会获得利益；因为情绪的，你很有可能会付出金钱。所以说，主力庄家机构一定会在4000点的上方上演一个 PUA 全部的散户。将你们 PUA 全部的散户以后，大概率很有可能把这个现金换成筹码。以年为单位，在做大顶的时候，时间周期只要一拉长，绝大多数人都会在4000点的上方选择进行交易。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完成财富的转移。所以说，今年是以年为单位做一个大顶。面对做这个大顶的时候，只要主力庄家机构能够护盘守在4000点的上方，让这个4000点成为一个跌不破的这个铁底，大概率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交易，有点像3731。面对之前的3731，之前的3731点可以说做一个顶，然后底部的话是3300点，3300点曾经一度誉为铁底，现在的4000点就一度誉为铁底，现在的4000点可以媲美当年的3300点。所以说，主力庄家机构只有一个意图，在4000点的上方完成出货。这个指数方向的看法。刷了整个指数方向的问题之后呢，说一下的板块方向的看法。咱们要讲的是整个恒生科技指数。面对整个恒生科技指数今天反弹出现了一个高点，面对反弹出现的这个高点没有过多意外，因为在昨天晚上收盘视频里边我表达了，昨天的高开探底以后再度的被拉起来，很明显有撵散户下车的味道，大概率这波的反弹没有结束，还会有高点。但我依然不看好整个恒生科技指数。整个恒生科技指数的买盘和卖盘呢，主要推动力是全世界最优良的机构。面对全世界这么优秀的机构，在我个人来看的话，不太可能去推动整个中概股和恒生科技。你要知道，恒生科技里边的权重股今天领涨是什么？是汽车。面对所谓的汽车，本质上就是消费，而恒生科技里边消费，我认为大于整个科技。虽然说它的名字是恒生科技，但我认为它确实里边有科技成分，但是消费大于整个科技的。很多的国际投资机构只认业绩，只认这个预期，而现在恒生科技里边的科技公司，在我看来，技术没有突破壁垒，而且没有整个美股方向的技术那么优秀，而且它的消费我认为也见顶了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整个恒生科技指数提前见顶的最主要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的业绩。正常情况下，国际的一些投资机构只会炒预期，炒预期就是你在没有赚钱的时候开始炒作你，当你真正赚了钱了，而且又进入了一个顶点的话，大概率就进入属于夕阳行业了，资金就开始往撤退了。所以说，我不看好整个恒生科技，只是一个反弹，反弹完事之后依然进入走熊阶段。这个恒生科技指数的看法。刷了恒生科技指数看法之后呢，刷整个煤炭。
面对整个煤炭，可以说在本周这个跳空高开以后出现的一个大阴线放出很大量，代表的年散户下车，煤炭板块短线级别上见顶了，但调整完以后依然会上演王者归来。最近我的评论区里边有很多男粉丝的小伙伴不停的问整个煤炭，我也在不停的回复，短线级别上见顶以后依然会上演王者归来。为什么这么断定整个煤炭方向会王者归来呢？首先，煤炭方向是我在过年之前，在马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低位的很多板块都曾经被拎起来过。面对被拎起来，我怎么表达？是声东击西。那个时候很多人关注力是在白酒，我认为并不是白酒，要不然是中药，要不然就类似于是煤炭或者电力这样方向。当时我给大家选了两个方向，一个是中药，另一个就是煤炭。为什么这两个板块里边很多粉丝在围攻我的时候问的不一样呢？女人问中药，男人问的是这个煤炭。我个人认为男粉是对的，因为我本人倾向的是能源，而并不是中药。中药我认为的话是在下半年，而就在今天，依然有好几个我的女粉丝在围攻我问中药的问题，实在给我逼得没有办法了。在今天的短视频里边，我要着重讲解一下煤炭。为什么要着重讲解煤炭呢？至于我做一布局，你自己去猜测。但是在过年之前，我就已经表达了，我倾向的是整个能源。煤炭作为股票股的话，作为这个股票的话，不谈期货的话，它有三大逻辑。首先，这波上涨的是什么逻辑？是涨价逻辑，是因为国际原油价格上涨，造成整个煤炭方向疯狂的上涨，出现了一个顶点，它涨了一个涨价逻辑。而整个电力方向为什么上涨？是因为需求逻辑。而整个电力方向的逻辑跟整个煤炭方向的逻辑相比的话，煤炭有三个逻辑，而整个电力只有一个半逻辑。首先，我先说一下整个煤炭的三个逻辑。煤炭的第一个逻辑，大家看到一浪上涨是走的涨价逻辑。第二大逻辑，我认为的话是有这个需求逻辑。为什么会有需求逻辑呢？因为原油价格不稳定，出现了一个涨价，会有很多方向选择煤炭作为替代品。这是第一点，它整个需求逻辑变大了。第二点，电力方向如果说需求逻辑变大的话，煤炭是电力的上游，它的需求量也会变大。所以说，煤炭和整个电力同属于重合的逻辑，那就是需求逻辑。第三个逻辑是业绩能力。面对这个业绩逻辑，我认为整个煤炭方向的业绩能力有可能会跑出一个黑马，有可能会超过预期。而电力方向，我为什么说一个半呢？为什么我说电力方向的需求端扩大以后，它的业绩能力只是半个呢？就是因为它的业绩能力太好预测了，太好计算了。因为它的用电能力，这个用电需求量放大以后，扩大以后，它的电价是稳定的，你的电价是不可弹性的。所以说，电力企业一般情况下，它的所谓的业绩能力很好计算，就不会出现所谓的超预期和黑马。而电力方向会，电力方向因为涨价逻辑，因为需求端扩大逻辑，同时的话，在某些方面，在需求端扩大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，既涨价，同时需求端扩大，这个时候它的业绩就有可能会不好预测，同时还会跑出黑马。所以说，整个煤炭方向有三大逻辑，而整个电力方向只有一个半逻辑。所以说，煤炭方向本质上在二季度某种程度上比电力方向更有优势。电力方向是名牌，是属于人工智能，包括这个天气热也好，所谓的名牌的所谓的需求，而整个这个煤炭是隐藏的逻辑。所以说，我认为主力抓机构真正想狙击的是煤炭，而并不是电力。电力方向有可能是明修栈道，而暗度陈仓的是整个煤炭，这个煤炭方向的看法。对于今天的复盘视频呢，就给大家总结到这里边，咱们晚上再见。